7年了，终于成了。怎么回事？居然没有半点灵气！这功法名字起得那么牛逼，居然只是一本养生蛊，没有修为，大仇不知何时才能报。我明明已经让位于你，为什么还要穷追不舍？你要是不死，我怎么安心呢？畜生，连自己的亲侄儿都不放过！侄儿，我连我大哥大嫂都能做，更何况你这个小杂种！是你杀了我爹我娘！把他给我抬过去，丢下山崖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天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王贤义，无论如何，必須付出代價，為我爹娘報仇！地圖上沒有這條路啊！才過7年，變化怎麼這麼大？江武，哪裡跑？哼，姓江的，你可真能藏啊！扮得像個販夫走卒，我差點沒認出來。你們到底是哪路的野狗，竟追了老夫3天3夜？誰叫你沒有將軒轅神槍交於王家？哼！你們是王家的人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才知道啊，太晚了。下去跟閻王說去吧。這山溝溝裡放個炮，連個響都聽不着。你死了，沒人會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這3人起碼是7品大高手，我一個6品，我要交代在這兒了。真會錢，竟然遇到山匪搶劫，先走為妙。皇兄，那兒有個小老鼠。站住！各位好漢，我現在就把眼珠子摳下來，當泡菜採。咱們以酒洗沐，卻能沒見過。既然撞見了，那就留下來一起陪葬吧。啊！年輕人，這裡跟你沒關係，趕緊走。老先生，那一切就交給你了。老夫說了，誰都不准走。諸位好漢，我就是一個平頭百姓，天地良心啊！你們黑面具蒙臉，我連諸位的一角都沒看見半片。今天誰也救不了你，要怪就怪你運氣不好，生辰八字衝犯了太歲，留下來陪葬吧。你們要找的人是我，不要牽連無辜的人。對，
你別這麼咒行不行啊？講講道理，我就是一個砍柴的伙夫啊！啊，受死！这吼声怎么跟逛菜市场似的？胡兄，胡兄，怎么样？啊！你怎么趴下了？快！前辈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放过我们吧！对，放过我们吧！你就当我们是个兵，放了我们吧！是啊，这仨人是把我当成高人了，也好，先混过去再说。这抵不过他这一掌，这不可能！一掌把北域第一人打趴下，他的修为比九品还要强。那3人起碼是7品，他竟一招將其重傷，這年輕人起碼也有8品之境。前輩饒命！前輩饒命！饒命！前輩！哼！以後別再做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，帶着他離開吧。謝謝前輩，我們一定會改啊！走。這些年王家勢大，毀滅江家，莫非這高人就是我江家的救星？在下多謝高人救命之恩，舉手之勞。我看高人年紀輕輕，儀表堂堂，在下家中有一小女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娶了她還能有萬貫家財。承蒙厚愛，晚輩已有婚約在身，先走一步。也不知誰家的姑娘這麼好命，能得到絕世高人的青睞。不行，高人乃是我江家唯一的救星，我絕不能錯過。皇兄，你怎么樣了？皇兄，你怎麼樣了？皇兄，云云高手被一拳打死，这是要变天了！哎呀，走得太匆忙，忘記詢問高人的名諱。看來我江家注定是無緣高攀人家了呀！哎呀，請。夫人，這位便是王承天。承天見過家母。王賢德是你什麼人？是在下的父親。這是當初的訂婚信物。7年前你失蹤了，據王家傳，你早已墜崖身亡。當初發生了很多事情。行了，誰願意聽你們當年那些破事？說吧，來我們家是不是為了娶我姐？哪兒都沒有。幽兒，不可無禮。我只是實話實說，姐，我配不上你。在下真是為惠月兒了。當年是當年，如今眼下，你已經沒有資格再娶我們懿兒了。娘，我父親和江叔是至交，在兒時定下婚約，說是成年便成婚。你一介無法修行的廢物，嫁你有何用？娘，讓我和他談談。懿兒，娘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但此事切不可心軟。我們江家目前的情況，
你心里清楚。成天，你失踪了很多年，不清楚江家现在的情况。自从贤德叔过世，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变得很差。王贤义又联合其他家族打压江家，而我们又独木难支。我明白了。如果你有困难，我一定会全力相助。帮是会帮，但你想娶我姐，没门儿！我会让管家给你拿一些盘缠，你就离開吧。家主，有個窮小子上門提親，要娶大小姐。什麼？老夫不久前才錯失一個乘龍快婿，現在又有人上門提親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誰敢上門提親？只有高人那樣的奇才，才配我江家的女婿，其他人也配。按夫人吩咐，這是50兩銀子，還有上面的珠寶。很好，我們江家素來以仁義傳家，豈容他人妄議。這些盤纏你拿着，足夠你日後置辦生活，請務必收下。還不快謝過夫人！多謝夫人。成天這便離開。謝過諸位。王公子，等等。義兒，你該回房看書了。娘，讓我和他說幾句。你若是需要幫助，一定要開口。只是如果你留在江家，今後一旦被王家發現你在這裡，恐怕我們也保不住你。多謝諸位，我明白了。江家現在四面楚歌，王家也必然不會放過我。识趣點兒，就趕緊走，別給我找不必要的麻煩。我走便是，少在這跟我吆喝。喂，你說什麼呢？裡面的混賬，快給老子滾出來！我倒要看看，是誰要娶我的寶貝閨女？是誰要娶我的寶貝閨女？夫君啊，你回來了。是王賢德之子王承天求娶義兒，不過這都是許多年前的婚約了。你跟少三使高三感謝我，讓你取消婚約，不然我爹肯定不會放過你的。混賬，把嘴閉上！聽見沒？讓你把嘴閉上！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品種的癩蛤蟆，也想娶我姐？夫君，你消消氣。王承天方才已經答應我們不娶義兒了。爹，承天已經放棄婚約，你冷靜點。大叔，怎麼是你啊？承天，這是我爹，你快別說了。叫誰大叔呢？這是我江家家主。臭丫頭，我是讓你閉嘴！江武，你瘋了吧你？你打玉兒做什麼？玉兒又沒做錯，是他王承天要娶我們的寶貝閨女。你也把嘴給我閉上！我的好女婿啊！原來你說的未婚妻就是義兒啊！賢婿，你是江叔？我就說嘛，咱們先前相遇，那就是緣分吶。江叔，承天自知配不上江小姐，我們倆終究是無緣分。晚輩這就離開。嘿，胡鬧！誰說的？是義兒配不上你啊！夫君，把嘴給我閉上！你們誰都不允許阻止承天和義兒的婚禮，這婚必須結，而且刻不容緩。過幾天就把事兒給我辦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作為義兒的母親，我絕不答應。當年與王兄定下的親事，豈可兒戲？王承天沒有孝位，就算當赘婿也是個賠錢貨。對，我不行的，我先走了。死丫頭，把嘴給我閉上！這有你說話的份兒嗎？哼！承天和義兒的婚禮就定在7日之後，啊不，今晚就成婚啊！把洞房也辦了。這麼好的女婿，我可不能讓其他人給搶了。
不知道你给我爹灌了什麼迷魂湯。雖然你人很好，但本姑娘的意中人必須是修為蓋世的絕世高人。誰知道你心裡在想些什麼？總之，沒經過本姑娘的允許，不准碰本姑娘。要不是我打不過你爹，我早办了你。哼！大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王家大长老带人硬闖江家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！这什么人，敢来我江家闹事？在门外等了许久，也不見江家主，我還以為江家主不敢見人了呢。好大的狗膽！今天我江家大婚，誰敢造這種事兒？真以為整個北域都是你王家的天下嗎？敢來這找茬？今天就是來找茬的，我就帶幾個弟子過來切磋一下。輸了，軒轅聖槍歸我們王家。你做夢！軒轅神槍乃我江家上古神器，豈能拿來當賭注？這有你說話的份嗎？江武，你怕了嗎？切磋便切磋，不過我們說好了，我們贏了，流雲城的產業送給江家。好，你別反悔。哼，我怕後悔的是你們。爹，別衝動。王承儀的大弟子王浩是五品實力，比我們年輕一輩都要強。爹，你這跟白狗有什麼區別？沒事。我看江家年輕一輩也不過如此，連比試都不敢。那不如這樣，你們跪下，從我胯下爬過去，那就不用再切磋了。王浩，你這是在找死！小姑娘不服气，不服气就打呀！你们所有人一起呀，既省时又省事。可惡！別欺人太甚！王長老，讓你這徒弟別這麼囂張。我江家從不缺青年才俊，僅憑一人，就能打趴你們所有人。江兄有氣魄呀，那我們就一言為定，讓在場的諸位做個見證。今天誰輸了，不許抵賴。門外的諸位還請進來，為今天的事情做個見證。好，一塊去看。我有王承天，你有什麼？王家來一個，我打一個。你們江家誰先上啊？爹，讓我先上。好。这王浩可是王家除了王承杰之外實力最強的人，他五品境界，比江夜還要高一個境界。看來軒轅神槍要白送人了。爹，幼兒不是他的對手。我知道。你好像一點也不擔心。區區王家，別杞人憂天。幼儿，你给我等着！王承义，说好的切磋，竟下如此毒手！偶兒，你是怎麼回事啊？大長老，我只是輕輕推了一下，誰知道他這麼弱不禁風，一碰他就倒了。江兄，看來是你女兒學藝不精啊！換個能行的上擂台。欺人太甚！我來會會你。喲，又讓一個女人上，你們江家當真沒有男人了嗎？先別得意，後戲還沒開始呢。你那自信的笑容是怎麼回事？千萬別讓我上啊！看招！
一儿修为又有大长进，不愧是我江武的闺女啊！哎，卑鄙小人，竟对女子下如此重的毒手！江家第一天骄，北域第一才女，都不过如此吧？依我看，你们所有人一起上，我一个，他10个。谁说江家无人了？江家还有一人，还未出手。你是何人呢？我好像从未见过你。在下姓王，江家女婿。哦，原来是个赘婿啊！你说的高手是谁呀？哦，该不会是你吧？我的好贤婿，你准备出手了吗？岳父大人，请你出手主持公道。让我出手？让我出手？还以为江家另有高手，不曾想是让你老丈人出手啊！哎，江兄，你从哪儿找着奇葩的女婿啊？废物一个！太丢人了，哪有让长辈出手的？这说的什么笑话？岳父大人，这王家下手没轻重，把伊儿打伤，这分明啊是没把奴放在眼里。还请岳父大人主持公道。成天，别说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哪能让我爹插手？成天呐，这小辈之间的切磋较量，我不方便出手啊！哎，要是没人，就趕緊把轩轅神槍雙手奉上。誰說沒人？我江家真就還有一人未出手。他武功蓋世，不入羊群，技壓群雄。王家弟子跟他比，如繁星比皓月。你徒弟必定參敗。難道說江家又有天才橫空出世嗎？沒聽說過呀。爹，你說的是誰啊？他就是我的好賢婿。我真不行，我什麼也不會啊。爹，成天他不合適。爹，我知道你想給姐姐修復，但她不至於這樣，罪不至死。混賬，說什麼胡話！成天，你只要拿出之前1/10的力量，定能大敗王浩這個混賬。啊，這凶神惡煞的，我上去怕是下不來啊。岳父大人，還是你來。成天，我還是看好你來。岳父，還是你來吧。不行，你來。別客氣，你來。你來。還是你來吧。不行，你來。哎，你來。你來。你來。哎，磨叽什麼呢？推來推去的，不敢出戰，就趕緊認輸。哎，誰說沒人？稍等啊。啊，沒事，爹沒事。我好賢婿，我現在不方便出手，還是你來吧。我靠，要不要這麼狠啊？好賢婿，靠你了。大兄，你是從哪兒招來的女婿啊？連站都站不穩。爹，你讓成天上去跟送死有什麼區別啊？嗨，爹是想替你修復，又不好意思說，讓人家王浩幫個忙。再胡說，關你15天禁閉。
奇怪，我怎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灵力？难道他已经到达了返璞归真的境界？不对，他不是修行者。啊，对，我没有修为。爹，你赶紧让成天下来，还来得及。你冷静点，我江家的女婿可不是无能之辈。你要是看不上成天，刚才何必答应这门婚事？你爹我相信他。原来如此啊，江兄，你真是好算计呀！不想让人家当女婿啊，就让我王家帮忙除掉他。成天，放开手脚，不必对他手下留情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哎呀，我的好岳父，你怎么比我还自信啊？到底是谁站在擂台上啊？成天，等下开打就直接跑回来。小子，看在你也姓王的份上，我就先让你一拳。拼了！这可你说的啊，让我打你一拳，别反悔。来来来，我就站在这里不动啊！如此恐怖的拳风！江兄，你女婿找痒痒是一把好手啊！真是丢人现眼。你看嘛，爹，我就说成天不是王浩的对手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我看走眼了？可我分明亲眼看见他一拳打败7匹多种，莫非？嘿，你打过，现在该我了啊！岳父，我说自己不行吗？你偏让我上，现在我死定了！小子，现在我就让你品尝一下长虹枪诀的滋味。别说，認真對待這場比武。这只是一個普通的切磋而已，你幹嘛這麼認真啊？江兄，你女婿可有福了，這長虹槍訣可是我徒兒的絕技。用絕技打王成天，豈不是大炮轟蚊子？屍體都要四分五裂吧？說得對，江兄，你現在跪下，磕3個響頭認輸還來得及，別到時候人死了後悔莫及呀！爹，快點讓成天下來！王長老，現在誰強誰弱還說不準呢。爹，浩兒，別在手下留情了，殺了這個廢物！啊！且慢，有救了！你想輸了？要認輸了？哼，江兄，現在認輸晚了。誰說要認輸了？我還要加賭注，再賭一塊地，壓你徒弟輸。爹，你瘋了！我的爹！啊！好，好，浩兒，殺了他！小子，現在不再留手了。別！不可能啊！喂，你可別碰瓷，我什麼也沒做。怎麼會這樣？我全身經脈盡毀，正是他那一拳，不可能，除非他是6品之強。啊！浩兒，死了！我死了，我也没眨眼睛啊。我就說相信他吧，
我江某人看人從來不会走眼，更何況是我的好女婿呢？难道程天他有所隐藏？王成义，这次切磋你们输了。不对，我徒儿全身经脉尽毁，并不是你徒儿所为，而是他使用长虹枪诀走火入魔，所以这场切磋不作数。是我想多了，原来王浩是走火入魔。王成义，别欺人太甚！你徒儿是在擂台上走火入魔，那就是技不如人，既如此就是输了，哪有那么多歪道理？我说不作数就是不作数。我徒儿走火入魔，与你脱不了关系。哎呀，这不关我事啊，是你徒儿自己走火入魔了。要不是你用言語挑釁，他怎麼會使用長虹槍訣，又怎麼會走火入魔？什麼歪道理啊！老東西，你別往身上亂潑髒水！我不管如何，你必須為我徒兒償命！程天小心！不过许数月，已經提升如此之快。小輩之間的切磋較量，作為長輩，出手不太合適吧？你女婿害死了浩兒！老東西，別不要臉！明明是你徒弟腎虛，練功把自己練死了。你小子把嘴給我放乾淨點！王成義，要不你繼續派弟子上擂台，否則這場切磋到此為止。爹，依我看，王家是沒人了。哼，他們除了這個王浩，其他人都歪瓜裂棗，我能挨個收拾。哼！別欺人太甚，帶我回家一趟，再與你們較量。走！王成義，人在江湖，誠信為先，先把劉雲城的產業和2塊地過給我江家，再走也不遲啊！你做夢！長老，你沒事吧？這麼長時間，修為沒有半點長進，你王家也不過如此。真是欺人太甚！我們家主也邀請張子霞和陳淵就在附近，今天不交出軒轅神槍，你們江家就等着滅門吧！張子霞和陳淵都是9品大高手，他們要是來了，不太好處理。哼！現在後悔晚了。看來王成義那邊似乎並不太順利。還不是上次因為放跑了江武那小子，還好我們喬裝了，他應該認不出我們。哼，上次還不是因為那高人在，才讓他僥倖逃過一劫。這次他死定了。那個絕世高人，太可怕了！世间竟有如此強的人，老身這輩子都不想再遇見他了。爹，張子霞和陳淵是何人？老夫也沒見過他們，但聽說2老都是9品大高手，皇級太之下最強，不知道為何會幫了王家。爹，現在該怎麼辦啊？成天的天賦就是再強，還沒成長起來，現在不是他們的對手。現在走為上策。說的好像他能成為9品一樣。閉嘴！成天，現在我們趕緊離開這裡，你現在不是他們的對手。哦，走。站住！江武，你剛才不是很狂嗎？現在要去哪兒啊？你給我讓開！喲，小娘子啊，長得挺標致啊，等下就讓你跟浩兒合葬。老匹夫，你找死！岳父大人，給他一點教訓。王成義，別擋道，小心手中的劍不長眼。江武，你敢動我？長老陳老過來，
江家沒有好下場。那就在他們倆來之前先剁了你。老孫看誰如此大膽！竟敢與我等作對！拜見長老陳老。看他們穿着華麗，果真不簡單啊！这2位便是張子霞和陳淵。剛才是誰要動我王家人？長老，就是他們。2位前輩，我們與你們無冤無仇，你們到底收了王家什麼好處？你不用知道，待會兒就送你們去陰曹地府。你們現在就跪下，從我胯下爬過去，交出轩轅神槍，也許我會考慮饒過你們。你休想！即便是死，也休想拿走轩轅神槍！明明是你們提出的比武和赌注，现在却出尔反尔。我可沒有出爾反爾，你們也沒命拿走流雲城產業，也守不住軒轅神槍。現在的王家都是無恥之徒嗎？長老，就是這小子害死我徒兒的。你說他？沒錯，長老，你把這小子交給我，我挖他的雙眼，斷他四肢，切碎了餵狗。長老，你這是何意啊？前輩，方才是我們沒看到您，還請恕罪。恕罪，恕罪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没眼花吧？2位9品大高手，向他下跪？难不成成天的實力不只是8品，而是9品之上，並且之前就已經跟這2人打過交道了？江家這小子什麼來頭，竟然能讓2位長老行如此大禮？哎呀，2位前輩，你們是不是認錯人了？這我可受不起啊！是啊，2位長老，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呀？你給我閉嘴！前輩，方才是我們眼瞎，求你千萬別生氣。請前輩原諒。2位9品高手行如此大禮，這江家的女眷背景不一般吶。是啊，能讓張老、陳老如此敬重，我的好賢婿，你這隱藏的也太深了，這可是低調的有些過頭了呀。岳父，我壓根不認識他們。行了，我懂你。我真不認識他們。你真不認識？不認識也得裝一裝，現在全指望你了。你還真指望這個廢物能認識什麼大人物？行了，我原諒你們。多謝前輩，多謝前輩。前輩果然是神通境，方才強行扶起我等，竟毫無反抗之力。莫非江家這個赘婿來歷真不簡單？長老，現在怎麼辦？長老、陳老，之前我們有過約定，你們也收了好處，難不成要毀約啊？誰讓你對前輩出言不遜？我們與王家約定作廢。非但如此，還要以死謝罪！哈！哎呀，王承義，你說你為何如此猖狂啊？你們不能撒謊，否則等家主出關，絕不會放過你們。屆時你們整個江家都要為我陪葬。笑話，老身乃北域老一輩中的至強者，何懼他王賢義？今天你們不但要把流雲城的產業和2塊地過戶給江家，還要向前輩磕頭認錯，留下你的狗命。嘿嘿嘿，前輩，這個樣子你滿意嗎？別過頭了，等下露餡了。娘子，我雖然不會武功，但我演技還可以。你們隨意啊，不用在乎我的感受。前輩，您放心，我們一定會辦等您心滿意足。來，哼，殺了我，等家主出關，你不會後悔的。哼，你不必為我們擔心，王賢義一樣會下去陪你。誰如此大口氣，敢殺我王家人？王賢義，你終於出現了！這小子怎麼那麼眼熟？好像在哪兒見過。你誰啊？這裡是江家，請你出去。家主，你終於來了，
他們要殺我呀！江家主，好久不見啊！这不是王家家主王贤义吗？他也来了。王贤义敢杀我江家弟子，果真是他，这张脸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你冷静点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传闻王贤义早就已经到达9品之境，现在我们还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別衝動啊！你現在不是王賢義的對手。王贤義，殺我江家弟子，你是要找死嗎？江家主，我閉關這幾年倒是讓你的膽子大了不少啊，才死了1個人，太少了。王家主，閉嘴！2個該死的老東西，收了好處不辦事，想死嗎？王賢義，看在你之前給了幾枚丹藥的份上，老身給你面子，但你未免也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吧？紫霞，跟他廢什麼話呀？這死活！你的修為就已超過9品，在我之上。啥？王賢義已經突破神通之境，這豈不是超過北域第1人黃基泰？怎麼可能？就連長老和陳老都不是他的對手。當然，神通境乃是仙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怎麼可能？才過去這麼短時間，你怎麼可能觸碰到神通境？大人的手腕，豈是你們能想象得到的？可惜呀，你們這2個老東西自絕後路，沒有神通境的命。你們在場的所有人都要給王浩陪葬。王賢義，今日是你們王家弟子上門找茬在先。閉嘴！害死我王家弟子怎麼算啊？家主，讓他們跪下，給王浩磕頭償命。你們全部給我跪下，每個人磕3個響頭，然後自廢修為和雙腿，我便可以放過你們。前輩，你快出手啊！我們撐不住了。出什麼手啊？我打不過他。啊，這怎麼可能啊？你不也是神通境嗎？你們別難為他了，他哪有神通境的修為？就是他有神通境，還輪得着王賢義在這廢話？完了完了，前輩在我們之上，卻在神通境之下。想都別想！大長老，拜見家主。江家主，看來你不服啊！江家就是滅門，也要站着死，絕不可能向你們這種無恥之徒跪下。大長老，不知陣法。晚輩拜見王家主，求大人放過我的。大長老，你這是要做什麼？江家主，人各有命，他們不想死，難道你想讓他們死嗎？江武，江家命數已盡，我等選擇王家才有活路。我等不過在做正確之事。要殺了你這個叛徒！要衝動，不想死也行。3日後來王家祭祀，家主不能放過他們。閉嘴！大主自有打算。3日後來王家祭祀，若是不來，就不是死1、2個人那麼簡單了。方才在練武場的事情，我已經聽說了。你們當真要去參加王家的祭祀？現在除了去參加王家祭祀，我們別無他法。不參加祭祀，王賢義殺回來，我們必死無疑。參加祭祀，即便我們9死1生，還有一線生機。誰能想到，這王賢義修為竟提升得如此之快？是啊，短短幾年功夫就突破到了神通境。爹，我們還有軒轅神槍，那就是塊廢鐵，100年了，無人能拔出。事到如今，我們得去試一試。明日一起去神槍閣。是。你幹什麼呢？打地鋪啊。
上来跟我一起睡床。你确定？哼，你今天通过了我的考验。那你可别后悔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脱衣服干嘛？睡觉不脱衣服？那你也没必要脱的那么彻底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穿着衣服。好，那我只脱裤子。臭流氓！我说让你跟我一起睡，又没说让你睡我。今天你睡外面，我睡里面，看到这条线了吗？你要是敢越过这条線，我要你好看。哎，白高興了。不過有床睡總比打地鋪強。臭流氓，你怎麼越線了？明明你越了線，是你先幫的我。我越线怎么了？我又没对你干什么。再說了，要不是我好心把床分你一半，整張床都是我的。切！好看，好摸吗？都好。那还不趕緊放開！起來！馬上。姐，你們在幹什麼？臭丫頭，說讓你先敲門，非要推門進來，打擾我姐姐姐夫的好事了吧？不是，他竟然……閉嘴！你們繼續啊！爹，我們什麼都沒做。對，我們什麼都沒做。最好是什麼都沒做。什麼都沒做，那怎麼能行呢？要加快進程了啊！走。別鬧了，我們趕緊去神槍閣吧。曾經，江家是北域第一大家族，靠的就是這柄軒轅神槍。軒轅神槍，當真有此力量？那是自然。軒轅神槍並非尋常武器，持有者可汲取其中力量，領悟其中奧秘，成就神通之境，制霸一方。唉，只可惜300年來，沒有人能踏進這陣法，也就沒有人能拔出這軒轅神槍。這股力量，此陣乃神通境所下。此陣法是江家老祖所留，老祖便是神通之境。神槍是我們最後的救命稻草，我們趕緊開始吧。切，那麼自信，說得像你可以拔出來一樣。你們誰先來啊？不妨讓老身先試試。雖說軒轅神槍是江家的祖傳之物，但事到如今也顧不了那麼多了。長老，請。就連長老都無法走進去。這陣法並非只看修為，而更多是考驗資質與天賦。你們下一位誰先來啊？我來。
這神槍竟有如此威能九品修士的天资都无法获得神枪的认可，难不成要神通境啊？轩辕神枪乃是神品，一般人无法撼动。你们还要继续吗？两位前辈都过不去，我自知资质平庸，更过不去。不过姐姐，你天赋超然，我觉得你行。此事事关江家存亡，必须要试试。娘子走了3步，她的天赋不在二老之下。第4步了，这妞实力竟在我等之上，如此天赋，不可思議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神枪发威，再往前就有生命危險了。我絕不能放棄，只有拔槍才能拯救江家於水火。呀，快别硬撐了，保命要緊吶！是啊。姐姐，一兒，快回來！江一，你在幹什麼？還不快回來！我絕不放棄！糟糕，是強敵顯威，現在再沒有人能救得了他，他馬上就會魂飛魄散了。言死成主，我來了。成天，你來幹什麼？這裡很危險，快出去！你爹讓我來的，有底牌。凭什麼？王承天他就是一件廢物，明明和他們都進不去，他嗖的一下就進去了。憑什麼？憑什麼？憑什麼？他不要命了嗎？肅靜！連前輩都看不上，那是這軒轅神槍眼瞎呀！岳父大人用的法器，我竟沒受到半點傷。承天，你趕緊出去，別硬撐着了，會死人的。你是我娘子，豈能眼睜睜看着你死去？這裡不安全，你快出去！一兒，承天呢？承天還在裡面沒有出來。驚動了槍靈，總得有人留在陣法裡。啊！神槍此等神力，饒是我等觸碰，也會頃刻間化為血水。爹，你不是還有底牌嗎？快拿出來救救承天啊！我最大的底牌就是承天吶，哪兒還有底牌呀？哇，這世界果真還有龍啊！小輩，速速離去，此等機緣，豈是你能夠沾染？今天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拔得神槍！無天膽量，讓你死個痛快！這股力量怎麼會無竟無法靠近？神槍，借我一用！這裡面發生什麼了？等等，陣法的力量竟然變弱了！爹，你們快進去救救承天！陣法的力量在變弱，正是我等進入陣法的好時機。二位前輩，請同我一起
進去救人。好，你别去！成天，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好着呢。刚才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，那条蛟龙给溃散了。什么？神枪的守护灵竟然溃散了！成天，你还活着？你刚才都把我们吓死了。娘子，我好着呢，不信你随便摸，完好无损。谁要摸你啊？以后你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。别担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去，干什么？要不是我爹和2位前辈，你早就死了，更别说拔出轩辕神枪了。幽儿，你少说2句。我说錯了嗎？他就是一件修煉廢物，要不是我爹和2位前輩，他早就化成一灘血水了。行了，成天毕竟是能拔出神枪第1人。江武，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女婿？竟然这么特別呀！方才真是成天逼走了枪灵蛟龙。江武，老夫问你话呢。王老，这应该就是命中注定啊！江武嘴狗屎运，竟能招前辈当女婿。早知道我也把我孙女带来，说不定会被看上。大家看，轩辕枪有情况。该不是坏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轩辕神枪乃是神品，就算是仙人也不能把它弄坏，更何况……断了！王老，没事吧？这就是个劣质品，你可别伤了身体，否則那就麻煩了。絕無可能！老夫鎮守這神槍閣100年，如假包換，這就是當年老祖傳下來的傳世之寶啊！那全完了，老祖肯定被人騙了。王老，這軒辕神槍怎麼可能會這樣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軒辕神槍現在毫無神力，已淪為一坨廢鐵。也就是說，這槍沒用了。那如果沒有神槍，我們該如何對付王賢義？前輩，在下有一神器存放於宗門內，或許可以對付王賢義。我與陳兄這就回去取，2日後王家祭祀見。多謝二老。王承天，看見沒？林正脫逃了。要我說，這人吶，就別沒實力，光靠一張嘴，別人也不會為你賣命的。幽兒，你怎麼跟姐夫說話的？夠了，江武留下，其他人抄去。姐，王老，有何事啊？這槍可惜了。不對，這神槍內明明還有神力。哦，原來如此。江武，你從哪兒找的這個女婿？她到底是何許人也？王老，您這是何意呀？成天就能鎮住這神槍裡的神力，要知道，即便是北域第一人王賢義，他也做不到啊！什麼？那按照您所說，只要有成天在，我江家就不懼怕他王家了。那2日後，你還要這神槍嗎？不用了，這槍就留着過年殺豬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這王賢德夫婦真是卑鄙啊！
承天，你看石碑上有字：王贤德夫妇勾結魔域，謀害王家，侵害北越。王贤义竟然污蔑我爹娘，勾結魔域，罪不可赦。他确實罪不可赦，但你先冷靜點。王贤德竟然勾結魔人，的確罪不可恕啊！这位兄弟，你可知这石碑是何人所立？江母，这石碑是我父親所立。為什麼？你就是江家新招的女婿吧？我知道江家以前和王贤德關係很好，只可惜他勾結魔人，殘害同僚，罪該萬死。我們立此石碑也是為了警醒後人。滿嘴胡言！你冷靜點，現在你還不能暴露。江毅，管好你项目，再讓他大喊大叫，小心我割了他舌頭喂狗！你，他的模樣倒是讓我想起了王承天，奸人的兒子也該主子餵狗，真是便宜他。你勾結魔主的分明是你爹王贤義，而且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站在你身前的这是曾经的邵家主。你们可以親口問問，當年的事實是否真的如此？爹，王承天，你他媽居然沒死！爹，你幹嘛呢？義兒，別擔心，為父自有把握。既然岳父這麼有把握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當年托你爹的福，山崖下有一條河，沒把我摔死。沒死好啊，沒死好啊！這次我要親手把你折磨致死。你爹陷害我爹娘，可悲羞辱，你就不怕遭報應嗎？有這件事嗎？啊？王賢德是什麼人？我想在場的諸位比誰都清楚。是啊，王少，這誰人不知那王賢德那狗東西勾結魔人啊？是啊，他真是丟盡了王家人的臉面。你們這群趨炎附勢的軟骨蝦，只會阿諛奉承，難道要拋棄真相於不顧嗎？真相？什麼真相？我王家就是真相。不過我給你一次機會，你我切磋，贏了我放你走，輸了便是死。好，這可是你說的，不許反悔。哼，不行，爹，他六品之境，跟他切磋，跟殺了承天有什麼區別？娘子，既然你爹這麼自信，一定留有後手。好，我同意與你切磋。哼，承天，別擔心，我一定平安把你們帶出王家。江武，皇上可是六品之境，準備給你女婿收屍吧。爹，王承杰與您同境，承天不可能是他的對手。切，說的好像他打得過誰一樣。要我說，兩位9品前輩都不在，咱們哪還是低調點。幼兒，把嘴閉上。葉兒，放心，承天收拾他還是游刃有餘的。口出狂言，等下看他怎麼死。江武，你人老眼花，想靠女婿翻身，痴心妄想。王承天，你現在跪地求饒，自毀四肢，挖掉雙眼，興許我還可以饒你一命。我王承天跪父母，跪天地，跪恩人，絕不跪牲口。好，很好。實話告訴你，爹娘死的當晚，我也在場，我還有幸踩斷了他們的雙腳。尤其是你娘，跪着哭着求着我說：“放過我家承天，他還只是個孩子啊！”你個畜生！你也別怪我們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誰讓你是邵家主，還是一個沒有修行的廢物。
注定淪為我修行路上的踏腳石。我現在就送你下去，与你爹娘团聚。等一下，岳父，你要有上级牌赶紧使出来，我怕我万一撑不住。给我死！这擎天神剑还能自行防御？这种剑气，这等恐怖剑气，没想到贤婿的剑道造诣如此之高啊！这剑气恐怕能撕裂天地，难道这才是成天的真实实力？不成，他之前都是在故意装孙子。这不可能！这个废物竟然能使出这般恐怖的剑气！不可能，这剑气不是真的！江叔果然留了一手，这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给我滚下去！劲儿！劲儿！天，我成天用阴招杀了他！这王承天不是个废物吗？可是刚才那剑气，恐怕连极品都接不住啊！难不成他之前都是装出来的？原来我的相公居然是一位剑神！姐夫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。哎呀，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我的好女婿，别谦虚了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小辈之间的交手不能暴露是江叔插手。对，是我干的，与我岳父无关。那把剑，本尊助你突破，让你坐上家主之位，你莫要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，那可是我成仙的关键。是，小的绝对不会忘记。一旦有大道生存功法、擎天神剑和造化丹的下落，立刻禀报魔主大人。最好如此。以后遇到什么危险，便将此域打破，本尊自会相助。是。怪不得他的剑气那么强，原来是靠擎天神剑。不过我的好侄儿，还真是给我送了一份大礼。王贤义，方才你兒子說我們贏了切磋，就放我們走，放你們走？哼，笑話！今天你們誰都走不了！難道你們江家人都是言而無信的無賴之徒嗎？若不是他王承天耍小手段，就憑他這個廢材能贏得了我兒？胡言亂語！我們耍小手段，你可有證據？廢話！我們賢義縱橫北域，向來雷厲風行，何是證據啊？天，殺了他們！這麼多年，這對狗父子還是這麼卑劣，狗改不了吃屎！承天，我也沒把你摔死，你就應該離開北域。如今上門送死，那叔叔我就成全你。王賢義，動手之前你可要想清楚，別一會兒在我女婿手下。去閻王殿救我！強伯，你他媽人老糊塗了吧？別以為耍了些小陰招贏了我，就可以贏了我爹。江國，
江家由你誅掉失敗，现在你磕头认錯，永世成為王家的奴隸，或許還能磨滅這條老狗。他現在就剁了你！哎，岳父，咱低調點。晚了，今天你們都得死！拿到這把劍，大人定會有獎賞。江武簡直不知死活，看來這江家呀要亡了！哎！二位前輩，你們終於來了。長老、陳老，本以為你們不再纏我此事，你們竟然還帶着禁天境來！王賢義，你勾結魔域之人，我等又豈能坐視不管？你們当真要插手此事？7年前你謀害王賢德夫婦，篡奪家主之位，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有魔人相助。你該當何罪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我所做之事，皆為天下蒼生的大序。你們誰有意見啊？家主英明神武，看是他們妖言惑眾，在這裡誹謗王家主。你們這些趋炎附勢的軟腳蝦，他與魔人狼狽為奸，竟然還為這個叛徒王賢義說話。法種閉嘴，哪有你說話的份兒？與他們說不通的，待我二人拿下王賢義再說不遲。雕虫小技！怎么可能？长老、陈老竟毫无抵抗之力！我乃神通之技，岂是你们9品螻蚁能比的？小贱人，就先拿你来开荤。天哪！姐夫的神剑造诣竟然击退了神通技啊！这剑前辈的剑道造诣恐怕已经登峰造极啊！一剑就斩退了神通境，此乃陆地剑神呐！难道先前真是靠剑术赢了吗？大叔，怎麼倒下了？我還沒用力呢，你可別碰瓷兒啊！爹，你无妨，一群蝼蚁而已。若不是他凭借擎天神剑，他怎可伤我？你說那把劍便是擎天神劍？沒錯。長天，我再給你一次機會，交出神劍，饒你不死。若不是這把神劍，你豈沒有如此高的劍道造詣？我就說呢，這個廢物怎麼可能擁有如此的劍道啊！再廢物，不還是在擂台上贏了你徒弟？你個小賤人，再多嘴，撕了你的嘴！我好東西，說話注意分寸。家主，現在該怎麼辦？神劍賜予你無上劍道，可你再強，也不過是肉眼凡胎。是焚血鼎，有點見識。此鼎煉化世間所有萬物。王賢義，一個破鼎而已，還裝起來？有種成天裝進去，讓我看看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操！來真的！耶！這不可能！前輩之威竟恐怖如斯，竟能將焚血鼎一劍斬碎。如此劍道造詣，我等望塵莫及啊！
不愧是我的好女婿，太强了！成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一剑他便碎了，也许真的靠死剑。爹，分血点被毁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王贤义，现在你又有什么话可说？若不是靠着这把神剑，怎么可能毁掉我的反血鼎？前辈之威岂是你能质疑的？依我看，前辈不如今日便斩了他。王贤义，放开我女儿！有什么出我来？交出神剑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成天，别听他的，没有神剑，谁都没有办法活着出去。剑，给我安静点！成天，你有能力斩神通境，就是靠着这把宝剑，而魔主大人却是货真价实的半步仙人。他要是来了，你们跑得了吗？好啊，你果然勾结魔域，你可知道？这是要将整个北域陷于万劫不复之中啊！这都是你们逼的。此玉是魔主所赐，只要我把它捏碎，魔祖大人就会降臨，你们都得死！你们等着吧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！魔主到了，我等恐怕毫无招架之力啊！魔主是什么人？魔主乃是半步仙人之境，神通境之上。100年前被北域的3位仙祖镇压，才没有入侵北域。没想到这么快便卷土重来。如今3位仙人也已早逝，世间恐无人能再与魔主抗衡。他竟然那么强！岳父，还有没有底牌啊？我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底牌呀？最大的底牌就是你，可现在连你都未惧魔主，我啥底牌都没用。现在后悔晚了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。王承天，你别担心呐，我不会轻易杀了剑子，我会替你好好深入了解一下小娘子。你敢？是何人竟敢伤本尊魔使？就是他，这个杂种，不仅伤了我，他还拿着擎天神剑，也许功法和丹药都在他的身上。那么多年过去，本尊终于找了小辈。2日後，本尊出关，带上功法、神剑和丹药到斷魂山，將3樣東西奉上。成天，東西交給他，北域將萬劫不復，你不用管我。葉兒，姐，小輩若是逾期，人和你身邊的人都得必死無疑。怎麼辦？怎麼辦啊？葉兒被那些人給抓走了！你說話呀！你倒是說話呀！女兒是被你弄丟的，我不管你有什麼方法，說什麼你也得把她毫髮無損的帶回來！我這不是正在想辦法嗎？岳母大人，葉兒是因我而丟，你就別怪爹了。不怪他，難道怪你嗎？怪你又有什麼用？以你目前的能力，你連斷魂山都進不去。魔主實力太過強大，即便是整個北域聯手，恐怕都不是他的對手啊。若是不去，以那魔主的脾氣，怕是北域將會血流成河，屆時肯定萬劫不復。若是給他那3件東西，北域一樣會萬劫不復，而且再無人能阻止魔主啊！哎呀！要是3位老祖還在的情況下，魔主也不會如此猖狂。夠了！你們現在說這些還有什麼用？我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，必須救出我的女兒！現在唯一的辦法，我去跟他交換東西。你們布置好陣法，將他困住。困住魔主？姐夫，這恐怕行不通吧？世上本無仙人，半步仙人便是仙。那事到如今，還有別的辦法嗎？既然如此，那便按照成天所說，借北域之力布置陣法，困住魔主，召集北域各大高手，共赴斷魂山，鎮壓魔主。
恭迎魔祖出关，镇压世间万物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魔主。这时期已到，王承天还没有将那3样东西送过来吗？大人，现在才5时，也许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是啊，大人，大人无需担心，王承天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7年前，本尊捏死他的父親，如同蝼蟻。如今对付他，更是易如反掌，谅他也不敢。不好了，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大人，是王承天硬闖夺魂山，杀死了很多兄弟，还扬言扬言什么？快说！还扬言把大人的祖坟挖了，把大人的头盖骨当碗使，还说以后再无夺魂山。什么？尊要亲手杀了这小子！断魂山不过如此，守门的都这么废物。这山顶便是魔主的洞府，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出关了。诸位，今日登上此山，恐怕只能来世再見。看來你們沒有一個人學乖，都趕着上門來送死了。承天，爹，你們來幹什麼？趕緊走啊！閉嘴！沒想到王承天你帶那麼多人過來陪葬，真是讓人驚訝。放江夜，不然下場跟他們一樣。你敢動我試試？魔主大人不會放過你。哼，不殺也是死，殺他一條狗呢，也是死。況且魔主在哪呢？趕緊滾出來！他爺爺來了！不好，是魔主來了！這個不一樣，怎麼可能？是本尊閉關太久，竟連一介廢人也敢對本尊口出狂言嗎？參見魔主！跪下！參見魔主！你就是魔主啊！混蛋！看見魔主還不跪拜，想找死啊！哼，我又不是他的狗。我要的功法神劍還有丹藥帶來了嗎？你先放人，我再給你。誰知道你會不會耍詐？閉嘴！把這小娘們兒給他扔過去。過去！呀，沒事的，有我在。小帥哥，把東西給我吧。岳父大人，東西給他。東西接好了。諸位，快，千萬不能讓他掙脫陣法！天旋困陣，你們想用陣法來困住本尊嗎？休想！爹，陈老，陈老。区天旋困陣，也想困住本尊，簡直痴心妄想！前輩，您帶夫人先離開，我等擋住他們。別再做無謂的掙扎，在魔主大人面前，任何的掙扎都是徒勞無功的。小子，你敢欺騙本尊？等本尊拿到仙法之後，要讓這個北域為你陪葬。王承天，交出仙法，興許能讓你死個痛快。仙法，這明明只不過是養生功罷了，沒想到你對他竟如此痴迷。養生功？無知小兒！
你可知這大道生穷功法乃是仙法，是凡人脱凡成仙的關鍵，而你毫无修為，白白給浪費了。什麼？此等功法竟是仙法？王承天啊，王承天，这老天是在戏弄你啊！给你仙法却不能修为，真是让人大快人心呐！7年，我竟把此等功法當作養生功，我注定與修行沒有緣分。承天，小心！承天，前輩，怎麼可能？哎，我居然沒有受傷。沒眼花吧？承天受了魔主一掌，竟毫髮無傷。難道這小子在隱藏了實力？這絕不可能！能擋下半步仙人一掌，前輩的實力恐不如斯。承天啊，你沒事？我沒事兒。奇怪，我居然沒有受傷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哼，一定是魔主大人沒有發力，否則你這個雜種早就是魂飛魄散了。不可能，本尊是半步仙人，這世間本無仙人，那本尊便是仙人。難道你是仙人之境？還是小子，你是不是服了造化丹？造化丹？你是說那顆金色丹藥？哦，沒錯，我吃了。你味道還真不錯。果然服用了造化丹，此丹可取諸樣，且能使肉身大進，其為之盛，遠超登峰造極境大圓滿，甚至陸地神仙也無法將其擊破。啊！世界竟有如此神丹！憑什麼他有如此造化？不過是一個沒有修行的廢物。若是我得此丹，豈不是早已修行大成？我真這雜主得了機緣。承天，小子，你別得意，朕這就使用噬吞絕陣，將你煉化成丹。前輩，不好，承天雖肉身強悍，但也扛不住噬吞訣。娘子，小子，你就乖乖的成為本尊的養料吧。前輩，前輩，這什麼情況？快放我出去！還有力氣喊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你還能不能救出來！好舒服，好困，想睡覺。魔主的噬吞訣，連神鐵都能融化成水，即便一時半刻燒不死你，燒上你7749天，仙人也活不了。承天，承天，爹，你快救救承天！噬吞訣会将他炼化的。一儿，现在爹也沒有任何辦法，承天只能聽天由命了。魔主，你就不怕功法會燒成灰嗎？功法自有天道守護，不會損毀，損毀的只能是你的小郎君。之前還能留個屍首，現在被魔主大人煉化成丹吧。廢物就是廢物，金元落到頭上他都守不住，到頭來還不是要成為別人的養料？你們勾結魔人，讓整個北域陷入火海，乃千古罪人。你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。那麼想做鬼，等下我就送你下去。
成天，居然没化成根，真是可惜了那枚造化丹呢。就这么随他化作尘土。成天，成天，成天，你醒醒啊，成天！成天，我的好女婿。天风，对不起，你醒醒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叫板了。前辈都烧成煤炭了。哟，真是情深意重啊！要不我送你们也下去陪他啊，好不好啊？王千亿，动手！是。就是做鬼也不可能放过你们的。江武，只有活着才是胜利。现在不过是将死之人的呻吟罢了。魔主大人，能不能別杀那小贱人？先讓我嘗嘗。沒出息！這便是生窮功法。江毅，就让我替王成天好好滋润滋润你啊！不敢！真他媽給臉不要臉！敢打我姐，我要杀了你！王成天，别乱动！都別過來，我會讓你們得逞的。不要！你還活着？娘子，你怎麼還哭了？我以為你死了。娘子，別哭了，你看我這不生龍活虎的嗎？別哭了。成天，我的好女婿，你真的沒事啊？沒事兒。你剛才真的把我們都給嚇壞了。剛剛啊，我就睡了一覺而已。怎麼可能？怎麼可能毫髮無損？從來沒有人從我的陣法中活着走出來。你剛剛那是什麼陣啊？暖暖的，哎呀，還挺舒服的睡一覺。你口出狂言！你不過是僥倖活下來罷了。不可能有人僥倖活着！現在就殺了你！這個世界上依然沒有人能從我的陣法中活下來。快點散開！不可能！可經歷了噬吞絕陣的灼燒，身體還沒有變弱，怎麼會變強呢？是嗎？我沒啥感覺啊。不如我試試。呸！哦，落住！我靠！我竟然變這麼強！一掌，姐夫僅用一掌就打敗了魔王。夫君，原來你是絕世高人，真能藏，就能藏那麼久。我就知道，我女婿絕不是一般人，一掌擊退半步仙人。你果然是仙人吶！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這一定是假的，這一定是假的！他身上一定有什麼寶物，要不然憑他這個廢物，怎麼傷得了魔主？魔主，起開！本尊乃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有仙力的人，怎麼可能會受傷呢？嫂子，你到底有什麼招數如實招來？別血口噴人了，大家剛才都看到了，我可是徒手打的你，明明是你自己太弱，還敢自稱魔主？呸！魔主，也許他的肉身是被火焰淬煉得更加純粹了。
此乃用鬼神魂魄、万人之血养育的魔符，今天我就用它来杀了你，也算你的荣幸。还来！为什么这股力量让人控制不住不受下跪？这股力量是仙力，可能本尊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仙人。就连魔主都跪了，成天真的是仙人？这狗杂种，怎么会有如此的修为？连我这个神通境都站不起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的脚不听使唤了！魔主，魔主大人！天啊！魔主，他被擒了！死了！啊！魔主，王贤义、王承杰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成天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住嘴！不配说这样的话。刚才让魔主杀我时，你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幕？当初追杀我、陷害我爹娘时，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？啊！都是这个魔王逼着我干的，并非我本意呀。对，都是魔主。魔主需要仙人在北域寻找仙宫，他逼着我们就范呢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满嘴胡话，不知悔改！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尿裤子！尿，真是孬种！大哥，和我没关系啊，大哥。都是我爹，是我爹指使我、强迫我这么干的，也是他主动的勾引魔主，和我没關係啊，大哥！閉嘴！你個丟人的東西！我丟人？難道當初不是你勾引魔主的嗎？大哥，用手先殺我爹，和我沒關係啊，大哥！你個畜生！我現在就殺了你！我殺了你！行了，我沒心情看你父子倆相殘，想死還沒那麼容易。爹，娘，我回來了，我已經抓回狗父子，讓他們以死謝罪。爹，娘，孩兒不孝，這些年也無法回來看你們一眼。如今我修為大成，已不再是一介廢人，也如你們所願，好好的活着。我已經把這狗父子抓回來，讓他們以死賠罪。大哥大嫂，我是畜生啊，我罪該萬死啊！大哥大嫂，當初你們對我那麼好，我卻豬油蒙了心，這勾結域外魔人，就為了篡位。我該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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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該死！該死！求伯父伯母，饒我們一命啊！張天，你就放我二叔吧，我會自廢金脈，然後再離開北域，我永遠不會再回來。對，我們自廢金脈，以後再也不會回北域，饒了我們吧。回來，可我爹娘再也回不來了。爹，娘，成天為你們報仇啦！